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上帝，过去存在，现在存在，将来嘛存在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应该得到荣耀、尊贵甲冠名，因为你创造万有，对你的旨意，万有受造成存。三甲来用圣诗第273首，273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神。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请由阮徛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知全能、创造万物的天父上帝，阮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。阮要伫你至圣的宝座前，感谢你无尽的疼甲恩典。总是当阮日常在领受所有对你来恩惠的时，阮却常常袂记得，阮应该追求甲把握的是甚么？阮诚做基督徒，活伫即世界，总是毋是属伫即世界。世间人常常伫追求表面上的正直正确，却真少找求信仰正确的实践。阮伫学校学知识，伫社会学做事，总是有偌侪人伫家庭自细汉就教4岁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位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。伫这个早起怀刑、一年受骗经验、超过100亿台票的社会，侪人充满贪欲，追求享受，
拢伫祈求伫短时间趁大钱机会时，有偌侪人真正知影，只有上帝的心意行做，才是真正的聪明甲智慧。使徒保罗伫罗马书劝勉信徒，对好事着巧，对歹事着误。总是阮有时犹原亲像世间人相款，对歹事特别巧，对好事反转得结误。甚至有信主的基督徒，明明知这个真理，有时颠倒去找求别个事物来取代真正的聪明甲智慧。无论伫倒一个世代，总是有人爱用功夫取代常识，用谎言取代真实，美伫黑暗代替明暗光明。亲像亚当甲夏娃知影家己有罪，却毋敢面对上帝。阮的上帝啊，伊是至大有权能、通行为、守约施仁爱的上帝。阮所有的心思意念，一切行做，你拢知。所以，阮爱伫你的面前谦卑认罪，求主怜悯阮的软弱，赦免阮过失，接纳所有忧伤痛悔来寻求主的人。求主赐予阮教也属灵判断力，毋若通分辨人的诈骗，搁较帮助阮，袂当意识到什么是处伫魔鬼的白插话甲诱惑，来镇压黑暗权势捆绑，以及俗世甲属灵的争战，明白家己的无完全，带着愿望，靠主来改变你无意爱的事，平生归向你，行踏下伫你旨意，继续跟对主来跑走头前的路障。阮的祈祷真正有限，只是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界来出声。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离去，就叫阮脱离迄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来看信息后面的经文，经文58篇，经文58篇，这是出自新约罗马书第8章，咱三甲来启应。关系这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啥人袂当控告上帝选民？那安尼，啥人袂当甲因定罪？伊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国活。啥人袂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魔。照圣经所记载，阮互人看做特别太阳，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现今也是将来的，
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听。做伙来用信息第196首，195首，我的心是土地，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请坐，同心过来祈祷。恩典满满的天父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听世间人赐下主耶稣，成做阮的拯救，以及甲你好好唯一的道路。阮即时就是伫你面前。恳求你亲自对阮讲话，互阮的灵命充实得着饱足，通互你的真理、智慧丰丰富富存伫心里，也互阮重新得着快乐，接受信仰，来承接你所赏赐互阮的应允甲福分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三界来领受上帝话，上帝话是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1章第12节到30节。腓立比书1章12节到30节，请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我所拄着的代志。颠倒互福音搁较正直，比较王宫的全体敬畏，以及其他所有的人，拢知影我乖家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真侪兄弟姊妹嘛，因为我乖家伫主内面搁较确实，搁较好胆，无惊吓来传上帝的信息。有人传基督是出伫怨道。甲好争论，嘛有人是出于好意思，这人是出于疼心，知影我受任命是要为福音辩护。另外遐人宣扬基督是出于野心，动机无纯，想要趁我关假时加添我的艰苦。安尼有甚物关系？是假意，也是真心？无论安怎，基督受传开，我就为着安尼欢喜。对，我要继续欢喜，因为我知，对于恁的祈祷，甲耶稣基督的神的帮助，我一定会得到自由。我不切期待甲盼望的，
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笑。我时时刻刻，特别是现在有教义的勇气，是活也是死，通过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若是继续活着，会当做较侪有效果的工作，我煞毋知要紧什么。我进退两难，我实在真爱离开这个世间，甲基督做伙，这应该加好足多。不过，为着恁的缘故，我有较着活落去。对这项，我确信，我知我要活落去，要继续甲恁大家活落去，是要互恁的信仰搁较进步，搁较有欢喜。安尼，我甲恁搁相见时，恁会因为基督耶稣有充分的理由，通用我做夸口。无论安怎，恁的言行举止就符合基督的福音。安尼，无论我袂当过去甲恁相见也袂，拢会当听到恁的代志，在恁拢用上济心志徛在，同心做伙，为着所信的福音拍拼。无论做甚物，毋免惊反对者威胁，安尼通证明因为失败，恁会得胜。这个得胜是对上帝来，因为上帝毋但有赐恁特别的恩惠来信基督，嘛互恁为着基督受苦，来参与上款的征战。这个征战，恁有看到我安怎做？现在搁听见我要得做。愿上帝话进入咱的心，互咱日日更新，继续进前。这时，请圣歌队阿实诗班用诗歌换来咱敬拜。因所要唱的诗歌是“千万喙唇出声吟诗”。
即时请陈永文牧师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伫患难中为基督来活。主内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阿萨斯班再去用千万水豚出声吟诗，这是出名的作词者Charles Wesley 卫斯理所写的歌词。音乐嘛非常庄严，有真水的这个意义。内底讲起胜利，恩典要大胜利，因为主的名要传到各所在。这也甲咱今仔日所要读的经文菲律比有真活的这个主题。咱对顶礼拜春生牧师带咱开始对菲律比第一章进入这个新的主题。伫这个第一章内底，真侪学者拢甲咱讲，主要是保罗对菲律比信徒做出的回应，因为因足关心伊拄着的处境，因关心伊阵仔到底会安怎，去用乖家无偌久来拄着审判，甚至因的烦恼，伊毋知会去用处决无。所以顶礼拜伫第3节到11节，保罗先用感恩的祈祷开始，然后强调伊甲因中间迄个分享的团契，koinonia，用即个关系先安慰因的心。到今仔日的经文12节到26节，伊就直接要回答因的关心的问题。伫即个中间，伊也将福音要扩展即个主题甲带入来，诚做第一章内底最要紧的一个主题。然后伫遐也讲起，因为因关心伊的命运，所以伊也讲起伊对生甲死的一个态度。这是今仔日主要的段落12到26节。不过最后4节、27节到30节，有带来一个新的主题，要讲起伫一个对敌的环境中间，要怎样继续做见证。所以伫遐，保罗提出真特别的观念，就是讲恁着爱成做一个另类的信仰群体。另类就是讲无共款的，画出一个无共款的信仰形态。最后佫带出为着基督受苦这个主题。这是咱今仔日这段经文内底整个的一个结构。咱下面就为12节开始来看。12节到26节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段落，这是文学的一种设计。因为一开始用一个关键字，上尾佫用同款的关键字，甲这规段甲包起来。这个关键字就是12节讲会福音会当搁较进展。到25节咧讲起恁的信仰会当搁较进步。两字其实希腊文拢是同一字 ，prokokam。所以保罗伫遮用伊家己的处境做开始，然后讲到对方的处境，拢用进展做主题。伊报告讲，我所徛起的所在，福音真兴旺。然后呢，望有一天，伫恁遐，恁的信仰嘛会当足兴旺、足进展。所以咱会当将这段佫分做2个小单元，12到18节，咧讲起福音进展的情形；19节到26节，则讲起伊家己的心态甲伊的情形。这个会影响着伊甲腓立比教会中间的迄个关系。先报告福音，则讲伊家己。这是保罗的一个优先顺序。12节伊讲：“我爱恁知。”这句话是批信内底常常用的开场白。我爱恁知，所以咱知影伊要讲主题啊。
我所拄到的代志，颠倒互福音搁较进展。做一个宣教师，做一个福音的使者，当伊去用掠去关，而且也听候罗马当局来决定伊的命运。发生这个代志，伊需要对这信徒做出解说。咱知影，不管是过去的社会，啊，甚至咱今仔日生活的世界，拢有一个真普遍的信念，就是一样代志发生伫一个人身躯顶的时阵，咱会开始去问，伊是这个人是甚物款的人？咱会将一个人甲伊所拄着的代志，甲伊念做伙。所以保罗去用掠去关，这代志需要解说。因为有一寡腓立比的信徒，可能开始伫遐问：保罗若去用掠去关，安尼伊敢是好的福音的使者？伊用掠去关，安尼咱会拄着甚物款代志？因为安尼咱看见保罗就为着因来做出解说。咱知人若拄着苦难，煞毋知影是为甚物拄着苦难，这是真恶担当的代志。苦难嘛需要解说，所以保罗伫遮讲，福音颠倒得到进展，用这个来解说伊受关押这样代志，而且伊讲着两方面得到进展。进展这字 ，prokopen， 意思就是所有的塔盖拢爱甲刷互开，塔盖甲刷互开，那亲像军队要去烧战。路会拄着甚物阻挡，拢爱甲刷互开。当福音已经头前的阻挡已经刷开。头一项，伊讲王宫的全体敬畏，拢知影我关家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保罗用关家这样代志，伫罗马敬畏的迄个总部已经传开，大家拢知。大家拢知影，保罗毋是犯法去用关，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去用关。所以即句话毋是讲有一寡修为改信做基督徒，重点毋是咧讲这，是咧讲保罗去用关这样代志，已经变做见证。大家拢知伊是为着福音去用关。第二，保罗讲，真侪兄弟姊妹拢有搁较好胆，无惊吓来传上帝的信息。保罗去用关押，互伊周围的信徒，若讲咱假设，保罗是去用关伫罗马，安尼就是咧讲罗马教会的信徒变做愈来愈勇敢大胆。有新的勇气，咱顶一季咧读罗马书会记得，罗马教会嘛是真侪问题，内底嘛有冲突，嘛有紧张，因伫罗马的世界帝国内底嘛面对真大的挑战。但保罗讲，因已经有新的勇气，好胆传上帝福音。领导者去用关，颠倒互信徒教会更较坚强。毋然呢，这个人的价值观慢慢嘛咧改变，因开始会晓想，什么所在有苦难，上帝嘛伫遐，苦难甲上帝开始连接起来。然后伫15节到18节，保罗甲因报告，因为去用关押，福音却用一种疗伤未够的方式，真迅速的进展。保罗伫遮讲起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出于竞争、野心，绊倒别人的成果来传福音的。保罗去用关押，这个人感觉机会来啊，咱紧来认真传福音，甲保罗甲拼过去。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人呢，是出于疼甲良善，
因知影保罗去互关，当咱就嘛尽力来协助保罗，互福音会当扩展。两种人拢咧传福音，但是动机无共款。头前迄种人是出自野心，动机无纯，佫想要趁我关监的时阵加添我的艰苦。这保罗讲的。但后壁即种人呢，是出自疼心，知影我受任命是为着要福音来辩护。对了，即两种人，保罗有一个真趣味的结论。咱知影，伫福音的团体内底，确实存在有竞争，甚至有时啊伫遐拼输赢迄种的心态。但是保罗伫遮用真水的一个态度来回应，用安尼有啥物关系？是假意还是真心？无论安怎，基督受传开，我就为着这来欢喜。而且咱小可做一点仔分析，而且引起纷争的这个传道人，并毋是伫其他的保罗的批信内底，亲像哥林多批信，还是加勒泰批信内底讲起遐真出名的犹太派的人，就是主张讲基督徒拢爱受割礼，咱有时啊甲叫做割礼党的遮个人，毋是嘛毋是今仔日咱搁读落去到第3章，保罗讲起一寡伫对敌福音的人，应该拢毋是。伫遮咧讲的是，因为出自无好的动机咧传福音的人，遮个人所咧关心的是伊家己的声望，家己的迄种野心，所以伫遐甲保罗有竞争。但是保罗讲，基督已经互传开，我就欢喜。18节，伊阁讲第2届欢喜，拢总讲2届欢喜。第一届是为着头前讲的这个福音传开的代志，伫遐欢喜。第二，伊讲我要阁继续欢喜。这个欢喜是咧指腓立比信徒，毋望腓立比信徒嘛会当参与伫福音的工作，安尼伊就会当搁较欢喜。对遮，咱进入第2段19节到26节。伫即段内底，保罗摕到伊受关监这样代志，对教会甲对伊家己的影响。19节到23节，先讲起伊家己内心的世界；24节到26节，才讲起教会受的影响。不过，伊家己的心情甲教会的命运，这两项其实是连做伙，拢甲上帝旨意有关系，嘛拢甲福音的扩展有关系。19节保罗讲，因为我知，伊一开始就宣告，然后伊讲，我一定会得到自由。这句经文是直接对约伯记13章16节引来。约伯记16章13章16节伫遐讲，约伯讲，我知我有一天会得到拯救，我会得到拯救。原文是我会得到拯救。保罗讲，我一定会得到自由，啊是讲我会得到救，这是咧指什么？可能咱表面一读，咱想讲，伊是毋是咧讲伊要对监牢得到讨棒？咱若读规段就会知影，应该毋是。伊毋是咧讲，我知影我会对监牢得到讨棒。伊咧讲的是搁较大的自由。伊确信，不管伊是去用讨棒，还是去用处决，伊所做所为，伊所见证的，拢会当互福音得到胜利。这个处境虽然真歹，但是福音一定会继续向头前进展。这是伊讲我会当得到自由的意思。然后伊讲起伊会当有这种确信，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祈祷，甲耶稣基督的神的帮助。因这搁一届
咱想起顶一段经文讲起迄个koinonia，因彼此带祷，分享信仰的迄个团契。所以保罗知影讲，恁甲我同在。另外一个伊讲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神要帮助我。神即字就是圣神，这是头一摆伫腓立比出现圣神，而且伊的表达真特别，讲是耶稣基督的神。当进入20节，保罗的心情真特别。伊讲我足期待，也足盼望，不管罗马政权爱互死，还是互伊活，伊所讲所行，拢要诚做见证。然后伊讲一句真要紧的话，互基督通过我即个人得到荣耀。得到荣耀原文是得到确定 ，magnify， 即个希腊文。原文就是即种确定即个概念，所以保罗讲，不管我死我活，上要紧的是基督会当得到确定。而且伊佫用两个真对立的形容词来表达伊的心情。伊讲无一项代志，互我见笑，我时时刻刻拢要有到夜的勇气，用。袂抵到见笑，甲不时拢有勇气来表达伊要参与伫基督确定这样代志。然后21节，伊讲出真出名的这段话，伊讲对我来讲，活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这种表达方式伫其他批信咱也捌读过。保罗伫罗马书嘛讲，无论死还是活，我拢属伫基督。伫帖撒罗尼迦，保罗嘛捌讲，不管醒还是困去，我拢属伫基督。所以这句话表达上是咧讲起伊甲耶稣基督的关系。但是为什么讲死是利益呢？人若死，要得到什么利益呢？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表达方式，咱看了最后结论，再过来分析。所以22节伊接落去，伊讲我含入去一种挣扎的中间两解，伊讲两解。22节讲我煞毋知这两项要选倒一项。23节讲我进退两难，伊的心情真苦恼。这咱读起来感觉有一点仔不了解。保罗敢若无法度做出决定，伊遐丢丢，但是伊的口气，佫若亲像伊的心早就已经定着啊！伊知影伊是属伫基督的人，伊有自由。伊伫23节安尼讲，我实在真爱离开即个世间，甲基督做伙，这应该加好足多。咱看伊即句话就知影。这两项若要选，保罗是较爱选会当离开世间，会当去甲基督结连。但是到24节，伊做出决定。24节伊讲，为着恁的缘故，我搁较着活落去。哇，即句话，伊这互咱思考真有意思的所在。头前伊是咧讲我的愿望是要活，还是要死？我要哪做决定？但是到最后，伊做出决定是用倒一项才必要来做出决定，什么才是应该爱做的？真有意思，这个倒转来到福音的主题啊。因为对保罗来讲，福音就毋是选择的问题啊，福音是必然的代志，一定爱做。咱会记得哥林多前书第9章，保罗捌安尼讲。我是奉命在传，我若无传，就有灾厄啊！所以传福音是必然的代志。所以伫两项咧选择的中间，伊最后讲，什么才是福音爱我去做的呢？就是为着腓立比信徒，我继续爱活落去。所以25节伊做结论，伊讲我知，我确信，我会倒转去到恁中间。
目的呢，是为了要兴旺福音。伊讲，我要活落去，是要互恁的信仰搁较进步，搁较有欢喜。然后伊也期待菲律宾信徒会当掠伊做荣耀。我搁一届甲恁相见的时阵，恁会因为耶稣基督有充分的理由，通用我做夸口。伊毋望伊服务菲律宾信徒，成做一个信仰的见证。咱进入到最后一段27节到30节，伫即段中间，保罗开始讲起基督徒面对一个无友善、无信的一个环境内底，应该有甚物款的作为。第27节伊讲，无论我会当搁去甲恁相见啊无，恁拢都爱活出基督的即个款式。这互咱看落也真有意思的一个心情的变化。拄啊头前25节，伊才讲我要去我要活落来，要甲恁做伙，为了恁服务。伊接落佫随紧讲，无论我会当啊袂当，会当见着恁啊袂当。所以保罗伫感情的甲即个菲律宾的教会有一种真有意思的距离啊。伊甲因足亲密的，足疼因的，但是伊一直拢保持一种距离。学者讲，伫遮保罗展现一种牧者的专业，毋是一种人性。因为伊期待菲律宾教会会当长大成熟。咱搁落去读第2章、第3章，即个主题一直会出现。保罗会讲，不管我有伫恁中间，还是无伫恁中间，在或不在，不管我有伫咧，啊无伫咧，恁拢应该爱活出福音的款式。所以伫遐讲，恁就爱互基督福音的款式活出来。伫遮保罗用一个关键字讲，只有一样代志，只有剩一样代志。即字无迄个，咱的圣经，咱的翻译本无翻了足直接。台语圣经讲，无论安怎，现代中文本翻了较清楚，讲上要紧的是代志。原文是讲只有一项代志，什么代志？保罗讲，恁的言行举止就符合基督的福音。不管我有伫咧，还是无伫咧，恁的言行举止拢着符合基督的福音。言行举止，即字是另外一个关键字，咱确定啊，最后再过来做分析。保罗讲，不管安怎，恁着爱亲像一个心志徛在同心做伙的团体，为着要活出基督的款式，因着爱亲像一个团队。合一同心，做伙为着福音来拍拼。28节讲，毋免惊反对者的威胁。咱毋知影啥人在反对因，可能是厝边，可能是罗马的官员，有可能是罗马人，嘛有可能是犹太人，有可能是用法律来甲因告，还是用行动要来甲因搅扰。但是保罗讲，毋免惊，免惊有一个无惊吓、无退、坚守立场的即个意味。然后伊讲，安尼才通证明因的失败，恁的得胜。一只讲安尼通证明即字有一个真水的图像，就是讲恁也勇敢，无惊，徛会牢。安尼你就若亲像举一支牌啊，举一支大牌啊，伫遐讲，阮会赢，恁会输。这是保罗对因的鼓励。到最后2节29节，保罗做出信仰的一个解说。上帝毋但有赐恁特别的恩惠来信耶稣，
嘛要互恁为着基督受苦。伫遮迄个顶一段经文内底已经出现的迄个恩典甲感恩迄个卡利斯，佫出现啊！上帝要赐恁恩典，会卡利斯吼，要互恁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啥？要互恁有信仰，毋然安尼，也要为着基督受苦。菲律宾信徒敢有法度接受保罗的这个讲法，将为着基督受苦，看做是上帝赏赐的恩典？这是真无简单的功课。头前因心内思念念保罗受关押，所以因的心界同在，这是一项代志。当换做你家己爱去用迫害受苦，甚至去用掠去关，恁敢无法度接受？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保罗的信息，然后渐渐进入因的内心，因慢慢就会明白，会当甲耶稣基督同受苦是特别的礼物。这第3章第10节会阁出现。最后一节，保罗讲，恁也会当参与伫上款的征战，上款的征战。而且讲上款的征战，会当讲指保罗古早伫菲律宾捌受关押的苦难，嘛会当讲伊现今伫罗马受关押的苦难，但是嘛会当指菲律宾信徒将来可能拄着的苦难，这拢是上款的苦难，因为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受苦。保罗邀请菲律宾信徒体会保罗现在的苦难，嘛期待因将来可能的苦难。咱阁读落去第2章的时阵，保罗就会讲，就哪亲像基督为着咱受苦共款。所以，伊将保罗将伊家己的苦难、基督的苦难，甲菲律宾信徒有可能的苦难，拢甲连结做伙。这是保罗伫即个菲律宾书内底非常要紧的一个主题。各位兄弟，今日这段经文，咱会当来思考几项对咱的启发。头一项，保罗伫即个经文内底3解讲起，伊受关押，伊咧做见证，拢是为着福音会当得到确定。3解，第一解伫1章12节，伊讲我所拄着的代志，颠倒福音搁较确定。包括2项代志，第一就是伊伫罗马总部，伊的消息已经传开。大家拢知影，伊是为着基督福音在受苦，这诚做见证，也就是福音本身啊。为着基督受苦，这就是福音。咱会记得伫80年代的时阵，台湾还阁伫遐为着民主伫奋斗的时阵，伫美丽岛事件了无偌久，咱的总干事高俊明牧师。就去用掠去关，拢总关4冬3个月，搁21天，真好记4321，去用关4冬几。高牧师去用关，哪只有保罗去用关，诚做一个见证。因为大家拢知，伊毋是犯法受关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受关。当时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拢派代表。来到台湾去家内底看高牧师，包括教宗的代表，包括世界所有的大的普世组织的代表、总干事，拢来甲看。所以保罗伫遐讲，福音为着福音受关押，诚做见证。毋然呢，罗马教会的信徒嘛，更较勇敢传福音，这嘛诚做见证。95节到18节第2解，保罗讲，因为伊用关2种人咧传福音，虽然动机无共款，但是呢，保罗讲，基督受到传开，我就欢喜，心内就欢喜。到20节，
保罗搁第三届讲，不管我死还是活，我上盼望的就是基督的福音会当得到确定。而且保罗展现一种真水的宣教的态度，就是福音至上的态度。只要福音会当传开，安尼就是上通欢喜的代志。但是，这种真水的动机，并无代表讲用无纯的动机传福音是好的代志。保罗家己本身其实对用无好的动机来传福音，伊家己是反对的。伊家己嘛捌家己明确表达，伊绝对袂做即种代志。咱若去读《哥林多后书》第4章第2节，保罗安尼讲：阮放下一切无爱人知的见笑代，无做欺骗人的代志，无歪曲上帝的话，只有伫上帝面前公开显明真理，来叫醒正人的良心。这才是福音传福音真正的态度。袂做无见效的代志，无欺骗人，无歪曲上帝的话，只有公开显明真理。这也是今仔日普世教会大家努力咧推动的宣教的一个信念。普世教会今仔日用一句真有意思的话讲，就用基督的方式来宣教。英语讲 Mission in Christ's way， 用基督的方式来宣教。这包括讲在宣教的时阵，袂当用欺骗的，袂当用诱惑的，啊是讲甲福音当作敢若物件咧卖安尼来传福音。这互福音变质。福音的本质是邀请人来享受迄个更较丰富、整全的活命。这是咱今仔日嘛爱学习宣教的态度。第二，今仔日的经文内底真有意思，保罗讲：活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伊伫遐特别讲起含落去一种两难。这两句话头一句话较容易了解，活是基督。是若甲巴特讲，你敢若去读加勒泰第2章20节，就马上了解保罗的意思啊。加勒泰2章20节安尼讲：现在的我，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的。哥林多后书4章10节嘛有类似的表达。阮不是拢带基督的死伫阮会死的身躯，而耶稣的活通伫阮的身躯显明。所以对保罗来讲，活是基督，是足简单的一个概念。我今仔日活咧，是基督替我的活。第二句较歹了解，死为什么是利益？这个神学学者 Craddock 讲，可能有几个可能。头一个，保罗伊足惊这样代志。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70安尼讲。免得我将福音传予别人，家己颠倒受拒绝。所以死得的表示讲，我今仔日无去互上帝甲我拒绝。另外一个可能是腓立比3章20节，咱将来读到的经文讲，我盼望会当完全认捌基督。所以死代表伊要完全认捌基督。阁有一个学者讲。保罗伫家中间受遐尼济苦，身体甲心灵拢受到真大的痛苦，死就代表会当得到讨报，当然嘛是一种利益。不过神学家巴特提出更较强的神学的解释，伊讲死是利益，毋是咧讲人死以后的活命，是咧讲即个生命本身已经改变，因为我甲基督同在。我的生命已经无过是古早的生命，所以即句话甲头前迄个活是基督两句是同款的意思，拢咧代表甲基督结连的即种价值。
真有意思的是，真侪学者甲咱讲，即种比较生甲死的即种讨论吼，是真侪希腊哲学家最爱做的代志，吼，包括荷马的史诗，还是讲希腊哲学家家己的表达，拢捌讲起安怎伫生甲死中间来选择。上出名咱可能听过，就是苏格拉底家己的表达。苏格拉底要死以前，伊后来去用笔食毒药死吼。伊要死以前，伊讲死若是无意识，哪亲像困安尼，安尼我就甲死看做是有利益的。希腊哲学家嘛咧甲生甲死做对比，但是咱真清楚看到，保罗甲这个希腊人物的表达真无共。希腊人咧讲的是善甲恶中间做选择，啊是咧名誉甲无名誉吼，名誉甲见效中间做选择。苏格拉底讲的话就是讲，我若无名誉伫遮活，我不如死。但是保罗毋是，保罗是伫两项好甲搁较好咧做选择，两项拢是好的，但是有一项可能搁较好。所以伊讲活是基督，死是利益，会当离开世间，加入基督，这是搁较好。但是活呢，是基督为着我伫活嘛真好。所以保罗最后选择什么是必要的？伊讲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腓立比的信徒，我要活落来，互因的信仰，互福音通得到进展。这是今仔日保罗咧讲起伊的人生观，真有意思，咱会当学习的所在。最后一点，今仔日经文内底，伫咱拄仔讲起1章27节，讲出一个真有意思的表达，讲言行举止，即字。言行举止即字原文真特别，希腊文是 politeus。头前例君咱看即个 politeus， 头前就是 polis，polis 就是希腊人大迄个城邦吼 ，polis， 城邦。所以保罗即句话意思是讲，恁着哪亲像住伫城邦内底的公民，安尼来行为表现。所以即句话，就互咱甲咱今仔的处境有足密切的关系。咱活伫咱家己的社会，活伫咱家己的国家，要怎样做一个基督徒？特别即个国家若无有上帝国的价值，咱要怎样亲像活伫上帝国安尼来生活呢？保罗爱腓立比的信徒，用下伫基督福音的精神来活出公民的身份。这真正是福音真水的见证。咱知影，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，是有人甲叫做小罗马。伊本来就足爱国的，足帝国主义的，对任何对皇帝该杀无忠心的人，还是有迄种无忠心的团体，因拢会用怀疑的态度甲因看。甚至甲因对敌，咱会记保罗家己就捌拄过即种对敌的事件。而且保罗用即种做公民的即种表达方式，鼓励腓立比的信徒，要勇敢活出符合基督的生活方式。符合即字是有价值的意思，有价值的意思。符合本甲翻做相称，相称。所以，恁虽然做公民，但是恁活的价值无共款，恁爱活出福音的价值，也就是讲，教会爱用基督福音的价值来生活，恁就会变做罗马帝国内底，敢若另外一国的公民啊，上帝国的公民，咱甲叫做另类的公民。教会爱继续活伫社会甲人群中间。但是活出来的生活是福音的价值，福音所改变的生命，是哪亲像活伫罗马帝国内底，却做上帝国的公民安尼？哇，这是非常
要紧的对咱的提醒。咱要怎样活伫台湾，还是任何世界所在，做一个公民，但是活出来是上帝国的价值。美国的伦理学家 Howard Watts， 伊写一本册叫做《异类侨居者》，异类侨居者，英语讲 Resident Aliens。你住伫遮，但是你是敢若外国人，你是敢若侨居者，你有两个身份，你活伫即内底，但是你的价值甲你的公民的身份是另外的，这对咱来讲是一直对咱做基督徒真水的提醒。这也是咱继续要读落去1章29节到30节的主题，就讲起上帝赏赐的恩典，毋但要互咱有信仰，也要互咱愿意为着基督来受苦，伫患难中为着基督来活，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。这是保罗伫今仔日经文最后对腓立比信徒，嘛是对咱真要紧的提醒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恩典领导的上帝，阮今仔日经文中，咱读起保罗高举福音的态度，所作所为、所见证，拢是要为着福音得到确定。但是阮也知，传福音爱出自水下伫上帝国价值的动机。也因为安尼，保罗展现真水的人生观，面对死、面对活，上要紧是甲基督结连的团契。阮也对保罗学着要怎样伫阮生活的世界，伫阮的城市，伫阮的国家内底，诚做无共款的公民，将上帝国的价值通过阮的生活，诚做见证。感谢你通过腓立比这本册，互阮学习基督徒生活的价值。恳求你也继续带领阮，继续学习，继续成长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用回应诗，信息第78首，78首，耶稣，耶稣，应听充满阮，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
请坐。下面是公道的时间，咱有3项代志要伫遮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台湾风台救灾的复原，甲农业损失的救助；第二，为着基督徒伫处境中行公义、好人民的见证；第三，为着守护台湾民主自由，甲城镇的论事演习，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。请王雅玲一事祈祷来结束。创造万物的主宰，掌管天气的主，求你使阮看顾台湾，因风台造成各项的灾害。求主怜悯受灾害的民众甲土地原主，赐开来家己智慧，互中间工课会当顺利进行，受损失会当得到帮赞。今日你所享受的平安甲稳定，主啊，帮赞阮会当倚靠你，行公义好人民，甲你同行。求你赐阮智慧，会当分辨是非，伫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求你赏赐阮勇气，为着弱势的人发声。求你使阮怜悯的心，会当体会别人的艰苦，以实际行动去帮助人，伫处境中活出上帝美好的旨意。求主保守台湾的自由甲安全，透过城镇人性演习，提升全民的防卫意识，互大家更加了解如何面对紧急的状况，而且愿意参与演习甲准备。拄着外来威胁时，会当有能力保护家己，保守城市的安全。愿演习一切平安顺利。愿你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。
即时，咱请大家起立，因奉献诗，上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请来看即礼拜周报通知事项。7月份，这个长老考试中长老报告第一项：7月起，牧师团开始传讲会议书。今年是尼西亚圣经1700周年的纪念。信息会结合尼西亚圣经。8月底会线接传讲第2以赛亚，就是以赛亚40章到55章。邀请兄姊有先来读腓立比书甲尼西亚圣经，通帮助咱明白圣经的信息。第二，每个月第2主日是例定奉献日。若是无个人奉献地，也是需要个人奉献编号的兄姊，请往行政部门也是办公室来联络。第三，学青团体诚心邀请，欢迎介绍大专新生加入济南教会学青团体。参加对象有大专学生、研究生、小社青。聚会时间是拜六暗时6点，有暗顿甲聚会。团契场地伫教会主日学教室，会使往曾嘉丽团导来联络。第四，灵权电影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震惊第一个受害者就是真相。罗西亚甲乌克兰伫烧战的初期，有灵权团体甲新闻记者以及社运分子，想要将因追查的真相传播出去，总是受到俄罗政府的压迫。此电影就是为着这群为着新闻自由的记者所留落来的记录。放映时间是今仔日的暗时的6点半到8点半，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第五，新学礼拜日多元人权视角，主要是要帮助来引带参与者侵入多元的议题，学习安怎结合理论甲实践，帮助参与者伫逐人的专业中推动人权的价值。时间是今仔日暗时7点，伫个教会主日学教室。第六，守护台湾基督会，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的守护台湾基督会，同齐为着上帝国代祷。地点是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第七，乱声诗歌分享会，即届诗歌分享会有咱教会圣歌队、新庄长老教会圣歌队加嘉义室内合唱团来分享诗歌，欢迎大家参加。时间是7月19拜六下晡3点半，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第八，即次中会第74届第3次议会定伫7月14，就是拜一早起10点，伫个本教会大礼拜堂内召开。本会牧师甲代志长老会出席。团契消息，请大家家己看。开会通知：庆典小组会议，今日下晡1点要召开教会130周年庆典筹备会议，请组员出席开会。具体消息：咱所敬听的孙德雄长老伫6月25安享主怀，女逝96年。愿上帝坚固伊对教会、社会甲家庭所做工，也愿上帝的安慰甲尽为足同在。
个别礼拜是7月27下晡1点半，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近期的重要事工、甲个消息，大多事项永久奉献，本周聚会甲事奉安排，请兄姊家己看。即时请陈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即是要来介绍伫咱中间的来宾吼。有迄个新德教会的吴建尧夫妇甲查某囝吼，请咱讲做伙徛徛吼。欢迎，嘉宾。佫有陈国荣、陈国营先生。好，好，多谢。请兄弟大家彼此请安吼。做伙来吟算回诗，信息第398首，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起立吟诗。吟诗后，请陈牧师来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三界一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热岛散花。今日早起的第一场礼拜到这，后面中庭有地饼会欢迎做伙交易，若需要带到兄姊，请到礼拜堂外面，互牧师为你祈祷。